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首先同大家分享兩隻馬，分別係2場10號嘅嘉應威風同埋8場12號嘅翠紅啊。之後就同大家睇睇 AI 預測嘅部分。畫面就可以睇到11月26號嘅賽事嘅命中率啦。跟住就繼續同大家分享今次嘅預測賽果。咁如果想知道埋剩翻嘅場次 AI 預測咗啲咩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加入我嘅 AI 預測群組啦。一個賽季只係500蚊就可以幫你賭得有根有據，減少啲盲目投注啦。咁另外，如果想知道埋我哋臨場賭咩馬嘅朋友呢，就歡迎加入我哋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賽馬日當日呢，就會提供最少2隻消息馬啦，亦都會送埋呢份 AI 預測嘅完整版俾你啦。一個賽季只係1000蚊嘅啫。畫面就有我電話號碼喺度噶啦，歡迎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